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Icy 啊。咁我今日咧就唔係帶大家去睇買賣盤，而係去睇一間租盤。咁係一個非常之罕有嘅放盤嚟㗎。咁佢咧，不論喺地段上啦、單位嘅裝修啦，以及成座物業嘅外形上咧，都充滿住豪宅嘅氛圍。咁佢就係位於渣甸山嘅皇帝啦。皇帝咧係由3個發展商合作興建而成，咁係由泛海國際、上家生活以及高富樂咧合作興建而成。喺2018年咧開始落成，由一座樓宇咧只係供應咗16戶嘅特色單位。咁佢嘅面積咧係由2760尺啦，至到去6673尺㗎。而我今日咧係會帶大家去睇一個3房3套內置複式樓梯嘅特色單位。咁喺睇單位之前咧，各位觀眾記得訂閱咗我嘅頻道先啦。咁每一個單位咧都有佢嘅專屬時卡嘅，用呢一張卡咧就可以上到去自己單位嘅樓層㗎啦。一出 lift 咧已經係自己嘅單位，而且咧可以望到一個非常之遼闊嘅山景添。而前方嘅大宅咧，亦都係住咗唔少香港嘅城中富豪㗎。咁而一出 lift 嘅旁邊咧，其實仲有一個客廁嘅。咁再出返嚟望一望啦，咁呢一邊咧其實係採用咗個大落地玻璃窗啦，所以採光度咧都非常之高啊！而且我身後方呢一個位置咧，仲有一個露台位置，成個玻璃門咧可以完全燙開晒，咁可以望到一個非常之開揚同埋遼闊嘅景觀㗎。咁再過嚟咧，其實呢一個位置咧就可以做用膳區啦，同埋咧裏邊咧就已經係廚房嘅位置啦。咁呢一個廚房咧配備咗有早餐區域啦。咁再埋邊咧就有個中式嘅明火煮食爐，咁而呢棟門後邊咧就係一個洗衣房位置啦，同埋呢一度係工人房。咁呢度咧亦都配備咗有蒸爐啦、焗爐啦，同埋一個大型嘅雙門雪櫃㗎。咁廚房嗰部分咧介紹嚟到呢度啦，即刻帶大家咧去睇下樓上嘅寢區啦。咁我哋沿住樓梯一上嚟咧，就會有一個家庭廳。咁沿住走廊咧，先帶大家睇第一間嘅套房。配以淺色嘅雲石設計啦。呢一間睡房咧，同樓下客飯廳嘅景觀咧係相同嘅。第二間套房，浴室。
咁再過嚟咧就係主人套房啦。咁主人套房咧呢一個位置可以打造成衣帽間啦。再過嚟就係雙洗手盆設計啦，配置咗個浴缸。呢邊咧係淋浴間啦，同埋洗手間㗎。呢一個位置咧就係主人房嘅寢區位置啦。單位咧就介紹嚟到呢度啦。其實新水清嘅觀眾咧都應該了解到，渣甸山呢邊咧普遍樓齡咧都係會比較舊啲，而且要揾到一間咧有新少少裝修啦同埋企理啲嘅單位咧都比較困難。而我今日咧帶大家睇呢一個單位嘅實用面積咧係2763尺，係一個3房3套嘅複式戶單位嚟嘅。現時業主嘅叫價尺租咧，大約55蚊左右。各位觀眾有興趣呢個單位咧，就記得聯絡我，索取更加多物業資訊啦。鍾意我今次呢條影片，記得俾個 like。有啲咩意見嘅話，喺下邊留言話我聽啦。仲有唔好忘記訂閱我嘅頻道。我哋下條影片見啦，拜拜。